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是圣诞节的主日哦，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到这个地方。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时候想对左边两边的人来说，今天很高兴一起来赞美神，一起来赞美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小山都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还有雨和流星来赞美耶和华。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万物要歌唱起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等一下要来一起就是比动作，那等一下我们要唱到我要唱的时候，就大家的手比舞，然后放在嘴巴，然后往上举。我要唱，好，先里面在外面好了，才不会撞到别人。然后我要跳的时候呢，请大家把手握拳，然后放在腰间，然后往上滑。我要跳，好，我要跳，也是先从里面。然后我要大声欢呼赞美的时候，把你的双手举高，然后左右的摇摆。OK 吗？好，在这我要唱的时候就是这样，把手放在嘴巴旁边，然后往上举。我要跳的时候放在腰间，往上滑。大声欢呼赞美的时候举高，然后左右摇摆。好，其实今天刚好天气也很冷，大家动一动，用我们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准备。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的神，是行在、今在、永在的神，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耶稣，我爱你，我爱你，我们要来赞美你，
圣诞节期，可能外面的人就是一起来过圣诞节，就是当做一个节庆。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更应该的是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因为耶稣的降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更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也更有意义。受困的心你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迷失的人现在有方向。罪恶重担，罪恶重担今后不再承担，伸开道路我们的找赦免，你把美丽神与我们同在，天使欢呼，从来颂扬。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永在的天父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以赛亚书说到，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就是我们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赠送他。受困的心灵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迷失的人现在有方向。罪恶重担今后不再承担，伸开道路我们的找赦免，你把美丽神与我们同在，天使欢呼，万物来颂扬。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永在的天父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永在的天父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让我们再次唱，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主是永在的父，永在的天主是全能的真神。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今日降生，今日降生，
睛。这时候想邀请大家一起默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帝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主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也献上给神来所使用？我们是否能够将我们的时间更多的摆上给我们的神？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在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我们主动离开神，为着这世上的一切，却没有看见神一直在紧紧抓住我们。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回报神的爱。美的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如此爱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举起我们的手，对神说：
是生命或死亡，或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为着我们而降生，也为着我们而死。主耶稣，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也许我们有些人还不认识你，主，求你让我们更多在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你在我们的身边，陪我们度过每一个患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挠我们与你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在要离弃你的时候，主，你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到你的身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不足，让我们一同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一起来到上帝的殿前敬拜。在讲道的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9章6到7节，现代中文译本的876页。以赛亚书9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一切。今天的第2节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现代中文译本149页。我们一起来读：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蔡牧师，题目是有一婴儿孩为我们而生。第2讲，我们一起来攻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救主降生的感恩礼拜，我们在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永生的上帝，并且我们用感恩的心感谢上帝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有盼望的生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圣诞节的讲道经文跟题目跟去年一模一样。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去年牧师讲圣诞节的讲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了一半所以今年要接续去年的讲章，继续把它讲完那不过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世上，并且透过你的生涯、你的典范，让我们明白天父上帝真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也相信，透过接受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将领受无比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此刻打开我们的心，来欢迎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知道我讲去年的讲章大家大概都已经忘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去年我们在讲这个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第一讲的时候讲了些什么？去年我们最主要是讲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那去年我们的经文也是同样的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婴孩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生的，是和你我都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耶稣是为了我们而生的。那耶稣来到这世上，有3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首先，第一个，耶稣他自己宣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他这样说，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所以耶稣宣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接受他的人成为有丰富生命的人。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救主的人，生命会完完全全的翻转。每一个人从贫乏的生命、痛苦的生命转变成为丰盛的生命。那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第2个目的，他是为爱世人而来。那我们常常诵读的经文当中，约翰第3章16节告诉我们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圣诞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降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那么爱世人，所以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爱了。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一句经文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爱我们，所以他来到世上，他也点出了耶稣来到世上的第3个目的，就是为我们带来救赎的恩典。耶稣来到世上是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耶稣是为了救赎的恩典而来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如果教会单单庆祝圣诞，耶稣降生了，我们很高兴，我们狂欢庆祝，而忘了耶稣他来了，是为我们受难，并且荣耀的复活。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那庆祝圣诞完全失去了意义。所以大家要理解，我们要在圣诞节的时候就要思想，耶稣降生是为了受死带来救赎，荣耀的复活带来盼望。这样子我们庆祝圣诞才是真正有意义。那今天我们要接续去年所讲的经文，一起来看耶稣有4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这里面提到了耶稣的4种身份，每一种身份都代表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一一的来看这些身份对于我们的意义。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奇妙的导师啦。那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作奇妙的测试，台语的圣经翻译作奇妙的谋士。那奇妙是指什么？奇妙就是指不平凡、超凡脱俗，而且独特而令人家感到惊讶、惊叹的意思。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奇妙的，他是超然的神，但是他却降生为人，然后终其一生，他都是那么样的独特，那么样的令人惊讶。他的生命
就像我们生命的导航一样，它是导师，是测试。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可以思想2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首先，第一个，耶稣来到世上是指导我们要如何活，才会活得有价值。我们这边说这个测试，或是说导师，它是指有智慧、有谋略的顾问，是个教师，是个辅导者。也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好像一个生命的导航一样，要引导我们走到那个有价值的人生。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困难跟冲击，的确是需要一个导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才会成为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我们都需要地图啊，我们都需要引导啊，不管或者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导游来带领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陌生的地方。或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使用手机里面的导航，它可以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方向是怎么样去走，才不会走错路。事实上这个是真的是这样。我记得我2003年我那时候我在瑞士的日内瓦受一个短期的这个传教士的训练。那我有一次利用假期我想说就到附近的国家去拜访一下。那当时我有一对大学的同学他们住在德国。那我就想说我先去德国拜访他，然后在那边游玩一天之后然后再坐车从德国坐夜车坐到法国的巴黎然后我计划在巴黎玩1天，之后再坐车回我读书的这个瑞士的日内瓦。那我都觉得我策划得很好了。结果就是非常顺利到了德国，就是我的同学就到火车站来接我然后我在他家住了1夜之后，第2天他就带我出去玩那我跟他说，我晚上你11点多的时候要送我到火车站去，我要坐夜车那11点多的车子坐到巴黎，正好早上6点那我可以在那边逛1天，然后晚上再坐夜车回日内瓦然后他晚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突然间问我说：“那你要到巴黎去，你有没有计划？”我说：“要什么计划？我就是坐火车去到那边，然后下火车，然后在那边走一走、逛一逛然后1天的时间之后，在火车站再坐回来。”他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巴黎有7个火车站那我下车的那个火车站跟我要坐车到瑞士日内瓦那个火车站是不一样的。”我说我不知道呢。那他就说哇，你这个就是这样没有做准备是不行的。然后他就从他的书架上面拿了一本那个中文的那个导览名胜古迹的导览，还有一张地图给我。他就告诉我说，你坐车到这个车站下车是这个地方，然后你要从另外一个车站坐车才能到日内瓦。那我就靠着那个而且他告诉我说一般来说法国人是不说英文的你又不会说法文，你到时候就完蛋了那幸好有那一本指导的书还有那个地图了不然我现在还在巴黎那边走来走去所以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都需要引导如果没有导游来带领我们，也必须要有地图、有导航，因为特别是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在不清楚方向的情况之下，一定需要正确的导航，而耶稣是我们人生的导航，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耶稣在世上的生涯。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小 baby 降生而已，我们要看他的人生，看他的生涯。我们要学耶稣怎么活，学他怎么说话，学他怎么处事。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跟计划，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我们的生命就会变为有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不单单是用狂欢的方式去庆祝耶稣的生日，我们更应该定睛在耶稣的生平。我们要仔细去研读他的教训，学习他怎么样爱人，如何为需要的人付出牺牲，接受他的引导，照他的样式来活，跟随他的脚步这样走，自然而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个测试来做我们生命的导航，我们才可以活得有价值。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测试。那耶稣是这个我们奇妙的导师的第二个信息，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带来了上帝奇妙的拯救计划。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的产生是在于上帝奇妙的计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宇宙万物的设计是非常奇妙的。你如果抬头去看天上的日月星辰，你会发现这些日月星辰是那么有规律的运行着。那不然你就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听到我们自己的心跳，是那么样奇妙的运行着。我们发现世界的一切都来自上帝奇妙的创造计划。那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耶稣是一个创造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书的第1章1到3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参与在创造当中，他是奇妙的测试，而且最重要的他不单单是参与在创造设计完美的创造计划，他自己本身也执行这个计划。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宇宙万物都按照上帝的计划和决定来完成。上帝根据他原始定下的旨意，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有幸成为耶稣基督拣选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到圣殿当中敬拜他，这是耶稣基督所执行的奇妙计划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执行了他奇妙的计划，他借着他传道的生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完完全全是为了完成上帝奇妙的拯救计划，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的第一个身份就是奇妙的导师，将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指引。那耶稣的第二个身份是什么？他是全能的上帝。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耶稣他道成为肉身，他是上帝。他原本是神，但是他成为人，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而且他是会带来完全的保守。我们知道这世上有很多的神，但是成为神，他要拥有能力。那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充满能力的，他医病赶鬼，他有能力平静风浪，他有能力使那个平淡的水变成甘甜的美酒，他让瞎眼看见，让瘸腿的可以行走，甚至他让死人复活。所以他战胜了一切邪恶的势力，甚至连死亡他都战胜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充满能力的上帝。但是这个充满能力的上帝他不单单有能力，因为我们要信靠一个上帝，除了
他拥有能力之外，他还要拥有爱呀，就是说他爱我们。一个有能力但是却不爱人的神，就不能为人带来保守。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爱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他不单单爱他的门徒，不单单爱他爱的人，不单单爱他尊敬他的人，他也爱那些被人家轻视、被人家抛弃、被人家厌恶，甚至他爱那些敌对他的人。所有敌对他的人，他都爱他，都赦免他们。这样一个充满爱的人，而他又拥有能力的时候，耶稣就会为我们带来保守跟眷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全能并且是爱我们的上帝，他将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完完全全的保守。耶稣的第三个身份是永恒的父亲。我们来看耶稣来到世上，世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就是要显明天父上帝的大爱。他用他的教训，用他的生命，让世人明白上帝真实的爱人。所以我们常常在诵读的约翰3章16节说，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让我们亲眼看到天父上帝的爱。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拥有爱，但是我们的爱是有限的，人的爱都是自私的，但是上帝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永不止息。借着耶稣基督就显明了天父上帝的爱，而且到现在耶稣基督还供应无限的爱了。耶稣这样说，他说，正如父亲爱我们，我爱你们，你们要常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会常常生活在我的爱中。耶稣今天还供应我们无限的爱。那这样的爱要在哪里找到？要在教会里面找到。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我们每年的这个圣诞节教会都会举行这个福音茶会，对不对？我们会举行大型的福音茶会，我们会请一些人来表演，做见证。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非常头痛，说到底要怎么跟人家分享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那我们后来牧师团讨论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用小组的方式，因为疫情我们不要太多人聚集，我们用小组的方式。那没想到今年的效果反而比往年更多。过去我们用大型的聚会，那请人家来做见证表演，可能参与的新朋友大概10多个，或是说几十个、数十个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今年我们利用小组的方式，给大家猜猜看，今年我们的新朋友一共有多少人？牧师告诉大家，一共超过250个人。所以我们觉得说，上帝在这样一个好像给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事实上他是因着上帝美好的旨意，他成为一个转机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一些福音茶会来分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因为教会就是要分享、要宣扬这样一种无尽的大爱，让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的人都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爱。那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分享的话，这个爱就会在我们当中孕育成长，甚至满溢出来，让教会外的人都能够体验到上帝这种永不止息的爱。所以牧师其实要勉励大家，圣诞的节期是一个非常重要分享爱的节期。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使命，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完，
当你出去之后，你都有一个使命，跟一个还尚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跟他告诉他说：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欢迎他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跟他分享来自于上帝的爱。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稣的最后一个身份，就是和平的君王。他会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代是一个不平安的时代。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了一段时间，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罗马帝国外来的政权统治，所以他们的身份上是次等的国民。你想想看，一个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保障，作为一个殖民地的人民是饱受欺凌、苦不堪言的，在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地位。而不单单如此他们在他们的当时的社会当中存在了许多不公平、不公义，贪婪遍地横行，罪恶侵蚀人心，贫穷世俗的蔓延，怜悯却消失无踪。那外在的环境这么险恶，心灵上他们也得不到慰藉，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只会把困难繁琐的律法加诸在百姓身上，要求他们执守律法的规条，他们却不愿意去实践上帝的教训。他们不体恤百姓的痛苦，反而轻视排斥他们心目当中的罪人。所以当时的宗教表面上是敬虔的，事实上不是敬虔的。而耶稣就降生在那个时代，为他们带来真实的平安，为那个黑暗的世代带来光亮。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台湾依然充满了许多不平安的因素。我们知道外在，我们有来自中国势力一再用文攻武吓来威胁台湾，在我们内部当中，政党当中也有政治恶斗持续在上演。那最近也因为疫情的缘故我相信台湾之外的很多国家依然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危机。那因为疫情的缘故，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而在心灵上面我相信受到影响许多人也充满了不平安。那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唯有这个因为爱而来的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平安才是真实的平安。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耶稣所赏赐的平安是让在不平安世代当中的人可以享受那种真真实实的平安。耶稣所带来的平安是战胜死亡权势真实的平安。所以他的身份是和平的君王，他要为这个世代带来真正的平安。那这段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和平的君王他终将掌权。启示录第11章15节说，第7个天使一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统治宇宙的大权已经属于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了，他要掌权，世事无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掌权。我们在欢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先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你的内心当中，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让他在你的家庭当中掌权，让他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掌权。今天我们在双联教会庆祝救主降生，请大家不要只是狂欢庆祝了，我们吃圣诞大餐，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欢迎救主降生在我们当中，让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掌权，并且期待主耶稣完完全全掌权的那一天。愿上帝亲自保守眷顾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了解耶稣基督的4种身份，求主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在庆祝救主降生的这个日子当中，能够真正被耶稣引导，真正领受主耶稣基督他所赐下真实的平安，并且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奉献。在奉献之前，我仅代表双联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在你的座位前有留名卡，请您填写之后交给收奉献的同工还有执事，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欢迎你。现在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奉献。各位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下独生的爱子耶稣，让我们真的是都能够亲眼的看见上帝那无尽、毫无保留的爱。现在我们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
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圣工，翻开周报的第6页。第1点，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点燃粉红色蜡烛，代表仁爱，让我们认罪悔改，心中充满感恩与爱，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本主日也点燃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让我们以爱和感谢来欢庆主耶稣基督降生，并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真平安与真自由，让我们活得更有信心与盼望，成为主的见证人。第2点，平安夜音乐会。时间是在12月24日的晚上7点半，地点在10楼的礼拜堂。欢迎兄姐可以邀请亲朋好友跟慕道友一起来聆听，享受平安夜的真平安。第3点，新生命餐会，日期在12月27日的中午12点，地点在9楼的联谊厅，请于本主日以前向干事来报名。接下来我们请蔡牧师做补充的报告，还有欢迎来宾。大家平安。这时候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新朋友啊，这边有3位哈，第1位是徐明宏先生，好，在这边哈，我们欢迎徐先生哈。好，那后面2位都是心灵的朋友哈，一位是孙敏轩小同学哈，另外一位是黄之。这个字我看不太清楚。黄之龙哈，黄之龙哈，欢迎哈，非常欢迎。其他还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那我们欢迎这些新朋友，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那这个时候哈，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赠送给大家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个圣诞糕哈。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同工，这时候我们大家坐着哈，那我请同工来发给大家哈。好。那我们借着这个圣诞糕哈，跟大家分享哈耶稣基督降生的喜悦。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出去之后，就像牧师今天分享的哈，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人一起分享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跟喜乐。楼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拿圣诞糕的，请你可以拿到楼下来拿，好不好哈？楼上的啊。还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一下，让我那个工作人员可以看到哈。还没有拿到的。好，还没有人没有拿到，可以举手一下，让工作人员看一下哈。好，那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好，跟他说圣诞快乐，好。